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照行政院主计总处的数据，到2013年6月底为止，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有264万3人，占下的11%多。经济会行按算，台湾会在2018年进入老年人口将14%的高龄社会。老人家越来越多，谈论来嘅係老人家慢性病嘅比例也越來越高。不過呢，幾多草地衛所、像是的醫師、衛生所、醫生同科配如果不足個，價格無法度提供完整嘅醫療。老人家也頂上認證交通唔利便，挨輪唔去本醫生看。今年台大醫院計劃透過主動分院，深入到峨眉、北埔一道地區，推動長期健康管理。希望同大醫院嘅資源呢，不用到位都偏向來做預防。新竹縣政府也想要對主動開始改善偏向嘅大眾運輸，希望減少老人家去醫院嘅唔利便，建立定期看診嘅習慣，用更加嘅資源為老人家重新分配醫療同公共服務，來建立對老人家更加友善嘅醫療環境。寒天日頭出來熱，吃到冇眼寒，大作醫生所張開門，其下老人家基金啲呀等等呢。實際人口係冇4300人嘅峨眉鄉，係少數冇醫生嘅鄉鎮。平時醫療下愛醫師醫生所冇撇嘢呢，後生人村外種大病，留下好山好水好風景，同老人家行過10年嘅做派。也大為老年人口比例有234，比全國平均值加出2倍人。平時衛生所都親家看到的都係認證老化同慢性病來嘅病人。平常時咱老人家嘅時陣吼，高血壓啦吼，糖尿病啦吼，還係講關節退化，一病人好多，佢會來到衛生所來看。逐禮拜拜3下就吼，還有韓醫會來讓你看病。該還有眼科先生吼，一概日吼，佢會來一拜。該底下是講吼，有啲老人家吼係講佢係病後唔好處理啊，時陣吼，我哋會攞佢轉到大醫院去。佢到糖尿病來講，佢知道我年紀大了啊，冇做為夢係當正常嘅事情啊，我是冇做咗嗰隻夢，佢都會知道你係老化，佢冇知道你係糖尿病嘅合併症。那下巴佢都會知道冇乜事情難得出門，他們不知道說，這個是可以控制的。不過衛生所專科同資源有限頭，遇到慢性病、像糖尿病、高血壓都會有血管病變，愛轉診到大醫院長期追蹤治療。離峨眉最近的台大主動分院同榮總新竹分院4公里嘅路，算起來唔係醫院。因為人口係到東山，韓國公共交通唔利便，民眾下山去一轉大醫院，就愛規範主編。老人家唔好麻煩屋企人接觸感染、遠等病痛，我都會注意時間。麻煩主講無差人愛用行，愛坐到cái太鄉里嘅，要行來就當然，冇說下公講行落來安檢啦，無差就愛麻煩啦。對這樣一個地區呢，老人家生病之後最大的一個問題其實是交通的問題。那也因為這個關係呢，所以我們常常在診間會看到的是老人家呢，他因為不願意就醫或是不方便就醫，所以呢，你會看到他來的時候呢，第一次的檢查、第一次的就診，就發現說他的腎功能可能已經惡化得很厲害了，或者說他的血糖已經非常高了哈。我們有醫師曾經透露過，他可能第一次看到病人，第一次來就診，血糖就是500。好，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哈，或者是說腎功能的指數就是5，好，那已經接近馬上就要洗腎的邊緣了。那很明顯，這個都是其實是因為平常他們的健康照護或是疾病的管理啊的缺乏一個可能一個比較有系統，或是有一個有規模性的一個運作哦，在照顧他，在管理他。巴士天天的到站，老人家溜溜咻咻送茶，也不用對苗栗條分使到主動的巴士，喺鄉都比野台中運輸公司，今年起是罕有的新任務，為係偏鄉的醫療路面。記得一下記下餐就是聽人記下餐叫為係命啊！記得都會簽健保卡，好東西要帶好。
11点15分就可以搭车回来了。啊，中间有什么问题，请马上。护理师清朗朗的提醒等，转诊去太医院要注意乜嘅事情，也係新竹县调摆有现有嘅巴士路线，对石山、经过峨眉、北埔、顺等台上线，我哋人嘅配角向診到天氣綜合醫院，行過綜合醫生所同醫院嘅掛號呢套，希望呢篇民眾一本線上看。我们会电脑先帮他约好。他就讲，人落雨咧，哪日你错几多点的差啊？去到医院，你是做得直接看个糖尿病的部分，还有医生让你们做看眼底镜检查，看看你的眼睛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恶化，那表示你今年的糖尿病你控制的好不好，有没有合并症的产生？老人家他的就医的一个可见性方便现在跟他加强改善跟提升那现在的这个峨眉乡它的老人的人口比例是全国各乡镇排第4高达到24%的那像北埔也是高龄化的一个乡透过这个整合性的方式就从峨眉开始，我们跟这个新竹客运，然后我们每天有2个班次然后从三珠湖线，还有从狮山线然后再经过北埔结合我们竹东的2家地区教学医院有台大新竹跟北荣新竹2家医院。挂号自新政下過後對上查醫師、社工師、護理師為理查嘅好同高齡病人聽數，下查過後還有院內嘅服務。啲猶太又唔係醫所嘅醫院當中，帶定老人家去掛號，去到看診間，去本線上看，減少老人家因為對環境唔熟悉而唔理片。擺好碼，拿藥個擺好碼，掛號當救，你有時自己帶點數唔數咧，驚。醫生咪為老人家開專科門診，認證高齡病人接送有1到2種以上嘅慢性病，病人講嘅唔痛快，愛詳細評估，才會對症用藥。聽那份拜一看相總嘅醫生拜二聽那一份看相理嘅，拜三下一份看相流嘅結果其實按用點多老人家藥嘅越是越多但是其實佢整條無較好，無較好，健保嘅錢又越發越多，其實對老人家其實沒以後，大部分嘅老人家全部都有1種或者2種以上嘅有慢性嘅病，對慢性病其實全部都是較長期較長期嘅對象。貧血啦，做嘛會？內腫內科唔係內腫是肉是那個肉你做嘛出血？有嘅出堂去，老人家出門飲食易配嘅影響到門診，未提升醫病呼吸嘅關係。針對台大總院完成專科訓練嘅劉介紹醫生，去年底主動回應開業老人醫學門診。呢度愛了解嘅病人切到乜嘅病，接愛花比一般門診幾下批嘅時間。從做唔看老人家老人醫學科嘅醫生就希望講做得留也整合腔下做較詳盡嘅評估做較詳盡嘅老人家嘅整合，按樣希望講對老人家做得唔是看按多科唔是看按多醫生，唔是拿按多藥嘅，但是佢整條做得慢慢嘅來處理。主動提起高齡人口比例個看得出，未來高齡化社會就會係安尼。劉介紹認為出題愛整合醫療機構服務，頻繁分配唔完嘅問題，成立社區結合共享醫生同老人家打造空間嘅想法，老人家真看唔會錯病，醫療負擔未看唔會安泰。不管係醫療嘅，也係講其他嘅社區嘅服務最好嘅服務就是在地嘅啦。比如講，一隻竹東嘅老人家，佢講佢有糖尿病，到底要對竹東看呢，也係講要即係台大醫院看佢嘅糖尿病。其實佢睇竹東看可能會看到較好，
因为佢较方便，佢嗰度做得接来用，做得接来是敲定用。伊做到台北去嘅以后，佢可能去做唔掂，用去做唔掂，去多嘅以后用嘅行，用嘅做唔掂，所以其实对佢唔係真好嘅。唔過也係健保制度重點地速度偏高後嘅治療給付。當年5000億卡解支出，4股有1股係藥嘅，款片拿藥嘅檢查，將提動到醫療資源，等等更來更多嘅老人家健保財務負擔更來更重。我們現在公司在台灣健保全世界第1名，醫療資源其實越來越發展，但是問題，現在對老人家來講，現在問題就係講，點點樣用，真係有效嘅來使用，有啲嘅唔是按多重複用嘅東西，就唔是接去用，所以真重要對老人家嚟講，也整下嘅問題。預防比治療更加重要，研究地面對配角鄉鎮空間因素。前基層的醫生所認證人力有限頭，搶愛應付複雜的績效考核，就做唔得出嘅。我睇下做千無限啊，公司在千無限搶愛做一道也要求的績效啊，一定做唔得的啊，拼數字就拼唔得的。目前的人力資源或者是什麼各方面來說，那上可能冇辦法做較好的利用。睇下做去講的鄉公所、衛生所，但是地度的人越來越少，也係講地度的人越來越無限，冇辦法做正經對也社區有幫忙的事情。天氣醫院天位資源都並唔得都飛起，係講同社區結合，平時補充醫療資源來建立配角鄉鎮的空間關懷點，主體民眾較唔會單獨偏袒。大部分建議長期的空間管理，和上一度動態的醫療負擔。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醫療資源，可以提供24小時不間斷，然後都非常高精密的儀器啊，或是設備，或是人力的這樣的服務。可是呢，我們因為跟社區的居民接近，所以我們可以更深刻的了解他們的健康的需求，那也可以因為更貼近他們，所以我們可以把社區健康營造。那對於社區老人家的這個平常健康的管理、疾病的管理，能夠做得比大醫院更好。也係主動2間綜合醫院都已經開始建立社區空間營造，包含啲重造機構定期組織、廣大出片基地，每啲無平用嘅社區結合醫生所、社措組織來評估民眾空間，同比較考察，同民眾聽風切片。下度咩希望講下度醫療服務做得提升起，所以會有這個巡迴醫療的這個服務老人家是有東西要整合啦，而整合所以講下度會透過這個巡迴的醫療也還有社區的健康的發通來做老人家的個案管理。那雖然現在的這個健保給付呢，可能對這個部分琢磨比較少但是我們會希望透過一些我們的努力能夠提出一些比較有說服力的數字那能夠讓未來的這個資源呢投注更多在這個我們像這個鄉村或者說是這個老人家平常沒生病以前的健康照護而不只是投注在他生病以後的這個醫療的這個給付上面。對共享衛生的角度來講，醫療院所上網提供配角鄉鎮醫療服務，唔過對無財條基本性上看，韓國參加計劃民眾來講，除咗開醫療巴士、親密社區關懷，還愛公部門、衛生同社工單位提供更加長期的照顧。現在到醫院，開藥嘅做檢查做睇，多轉去家屋卡，多轉去社區以後，一定喺社區嘅老人家嘅健康的服務有完善冇？其實也有問題唔像喺醫生，唔像喺醫院做得做到嘅啦。也個社會政策的單位應該要傾下來，留醫院合作，才有辦法來處理呢個問題。大義都市的醫療巴士係個無人坐，對民眾空間來講就係好消息。桃園一條路線，1年縣政府將會補助燃料費30萬元。
香港为到爱理片民众去本线上看秋事前开行路线，强怕做唔上生理，未影响到其他经费嘅运用。大部医生部门整合医疗机构同大众运输嘅想法，香港做得推广到同时有建立嘅社区空间因素，为系偏向医疗嘅功德。